再睇下呢邊先啦。咁就呢邊咧，原來係有即係有唔係3個係2個啊。呢邊一個團體啦，另外呢邊右手邊大家見到睇緊係跳緊有一堆啦，有幾位小姐喺度跳舞啦。咁其實呢度咧有3個團體啊，可以話呢度一個團體啦嚇，呢度另一個團體啦，跟住呢度另一個團體，即係總共有3個團體喺度跳緊舞嘅。咁可以睇下呢邊啦。咁就呢邊咧都有一啲係即係互相合作嘅技術嘅，都係同頭先有啲相似，就係排成一字形，跟住再散開啦。咁啊，應該要 NG 啊！我見到佢哋應該係。咁就佢哋又再睇翻自己嘅表演。其實唔知佢哋係咪諗住參加比賽啊？喺度表演同埋練習。係啦，咁就希望如果佢哋比賽就祝佢哋有好嘅成績。咁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晒大家。